特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时间来到晚到11:41，今日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人咧讲天然的上好，这间餐厅的料理拢无掺糖，嘛无掺牛奶，速空气低温来煮食，无掺人工的鸭味料，靠家己种的香草来压味。头家饲有酸，因为8年前老爸弟的大肠癌，互伊发觉食食实在真重要，会影响到咱人身体健康的话题，决定要带大家来食好健康、食天然的。卖食加工的食品，为4年前开始开店，推荐健康又个好食的料理，叫做原食料理。帮你上香和牛，这边我帮你准备了特殊的椒盐，然后你可以待会切完之后配上。亲手把好牛套餐捧出来，斟酌甲看5花10色的菜盘，内底有姜色的高丽菜、木耳、木瓜、杨桃等等，拢总12种菜色果子。主菜是用低温来料理的美国好牛，甲烘过几啊年阿布卡罗做伙食，口感的变化就多。因为酥肥过，它整个的非常嫩，然后可以吃到食物整个的原味。就是食材都很新鲜，然后健康的食物很难做的这么好吃，就是不只是好吃，然后也很美观。店内料理拢是用无糖、无冷、减盐、减油的方式来做的，就是为着要互来食饭的人客，唔但食了健康，可以当食到食面的原味。好食的秘诀就是用家己种的香草来料理。炒甲汤收干的香草，用草橄榄油来浸芳，再去甲大头葱下落做伙炒。香菇甲羊菇切切的先炒过，再加菜丝汤头甲柑仔蜜用摆摆火来煮。尾啊加寡高赞塔入去，试啉一喙啊，柑仔蜜香菇菜丝汤就完成啊！无呢，高丽菜甲柑仔蜜加菜丝扣甲真水，尾手过来一粒水泡卵，健康的好牛套餐就完成啊！卖看即马对这健康餐的料理，拢做甲真是手。伫咧3年外前，饲幼酸也是一个广告设计师，已经做有10多年啊。毋过为着爸爸的健康，买手走来创业开餐厅卖原食料理。因为我刚开始开这间店是为了我爸爸嘛，他那时候大肠癌，所以我开这间餐厅其实也是最主要的是为了他可以好好的有很多人陪他一起吃健康的食物。那可是他刚开始知道我要开这间店的时候，他非常紧张，他觉得这样的食物谁要吃啊？谁要吃菜啊？谁要吃没有调味的肉啊？有想要改变的想法，就调整爸爸食食的习惯，开始食原食食面。食一阵仔了后，爸爸的身体慢慢啊好起来，互伊嘛是要甲这套食食的观念分享互更加侪人。毋过开业的前1年半，业绩真无稳定，嘛互人看衰。当你的广告撤档的时候呢，它就会消失啊。可是食物是跟人最容易有一个共鸣感的，而当你看到这个人他喜欢吃你的食物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喜悦，跟看到一张DM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觉得能够吃得到好食物啊，然后不需要太多的添加物还有加工品来藏拙，我觉得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用心做料理，享受家己的工课，就亲手做的健康餐，甲上单纯的幸福传予大家。记者综合报道。